再来看花莲县的树林乡，今仔透早2:06到6:11发生2架的地震。第2架的地震规模是5.2，深度只有15.3公里。连续2架的地震，互民众是真烦恼哦。中央气象局地震中心表示讲，这2架的地震是因为菲律宾海板地甲欧亚大陆板地正常的能量释放。专家嘛提醒讲，未来1礼拜可能会阁有规模4以上的地震尾哦，要爱特别注意。透早6:11，都连内的地牛冰心，然后花莲地区民众徛街发出激烈摇撼声音，也个摇醒真侪还在困的民众。我觉得它能把我从那个就是睡梦中摇醒，应该是摇得蛮大的。然后东西有掉下来，应该左右还是多少有一点。心脏会加了，会担心哦。担心什么？如果突然间呢来这样子哦，没有站好会跌倒呢，老人家会被震倒。民众的徛街监视器翕到地震启动时用海威力，水道内底的水一个都像海涌共款下来下去。就连花莲的火车站也有部分的列车安尼延误，台铁也启动电力工务等巡查工作，好佳在无异状恢复正常行车。根据了解，花莲秀林乡78日透早拢总发生2个地震，其中第2个地震发生伫透早6:11，规模5.2，深度15.3公里。因为地震发生伫陆地上，影响区域范围真宽，上大震度伫花莲县、南投县、台中市拢是4级，那中南部以北也拢有1级以上。这个地震发生的位置主要也是在菲律宾海板块跟欧亚板块相互交界的地方哦，然后这2个板块相互的碰撞、挤压，所以在花莲地区其实就是蛮常发生地震的。特别是在一个规模比较大的那个地震发生之后哈，它的那个余震通常会蛮密集的。那规模5.2的那个地震哈，后面的那个余震可能会有4点几的，但是这都是正常的那个现象，大家不用担心。专家表示，最近一摆规模5以上的地震是伫2021年10月23，那这摆的花莲地震甲初九的南势地震无受大的直接关系。领导是甲2018年花莲地震位置同款，相应类似，目前判断属于地震较会发生的区域，民众唔免伤烦恼。记者综合报道。